卡神卡域克目前帶領曼聯成績全部保持不敗啊！2026年1月26號英超阿仙奴2-3不敵曼聯，多股古恩下世界波麥比莫破門完成逆轉，破阿仙奴主場金身。2026年嘅1月18號英超2-0擊敗格迪奧拿嘅曼城，麥比莫多股連番入波。2021年嘅12月3號英超3-2擊敗亞迪達嘅阿仙奴 B 費嘅首先建功，C朗拿度梅開二度。2021年嘅11月29號英超1-1戰平杜曹帶領嘅車路士，新組首先開紀錄，隨後佐真奴點球扳平。2021年嘅11月24號歐冠2-0擊敗維拉利爾艾美利，新組收穫曼聯嘅首球，而 C 朗亦都係吊射完成破門。而未來卡域克嘅賽程，2月1號10點鐘曼聯主場對住富咸，2月7號嘅8點半鐘曼聯主場面對住熱刺，2月11號凌晨4點15分韋斯咸要面對住嘅係曼聯，2月24號凌晨4點鐘曼聯要作客面對住翻愛華頓。如果曼聯最終能夠入到英超嘅前4，你認為卡域克可唔可以轉正呢？